大家好，欢迎收看啊！用台语的线顶罗马字，这是咱的第6节课。啊，伫这节课内底，咱要看台语所有的韵母。到即马咱看到差不多30-40个无同的韵母。但是我想应该上无爱互大家看一解所有的韵母，安尼咱就免烦恼讲这还未看到，这还未学所以咱就看所有的韵母一解，安尼就一解顺过，咱就知影讲韵母大概就是安尼尔所以咱即节小可无共，我无爱记遐侪例阮就例书用讲诶就好啊我要写诶就是咱诶韵母尔咱为有源为上基础诶开始，就是咱诶啊、e、i、o、u 安尼所以这是咱的上基础的运心过来咱这捌看到几6解所以免解说伤济安、昂、有up、有一个像一只还是母的迄个过来咱这个咱爱会记哩若韵尾是还是基的时阵是这个例外所以咱有用甲益这个例外还有像这就是像爬山的爬还是白色的白拢是这个过来咱有这边咱捌看到几6解声音的音音还有这个翕像翕相的翕还是翕的翕还有像这1、2、3的1捌字还有这个一像咱的喙齿的迄个齿就是小可有低音的迄个感觉一过来这个敢若这个名就是像的还是台语的迄个我袂来过来这个咱嘛会记哩这嘛是一个例外，咱若后壁有这个韵尾毋是虚还是偏音咱这个点就免写所以这王国王的迄个王这个点就免写安尼王有啥有像恶食毒的恶有有 up 但是伊若迄个韵尾是虚，咱迄个点就是爱写像这安尼开始过来有咱有这个像郁做的郁还是坐船的迄个韵还有像这有布一支印出来布一支印安尼就布这个有搁会记哩有2个敢若有韵尾尔2个韵母敢若韵尾尔就是咱的是的加这个色的还是足光的光这2个所以这内底咱搁有一个还未写到的，就是咱的偏音对无？因为咱会记哩韵母嘛有可能有偏音，所以我毋免定写所有的有偏音的，我就记一个偏音符号安尼所以这嘛用哩嘛用哩2个拢有这咧嘛是这嘛是这个袂使哩无偏音，一般是无偏音这有这有搁一个无偏音u 较有等下要看这个 u 还有啥像这哈烧还是哈日迄嘛有这拢会用哩这拢会用哩所以足侪有偏音所以我顶摆有讲这有几个韵母较歹讲啦，因为这偏音你袂分开算，还是你袂做伙算看你你若要分开算就较侪你若要做伙算就较少啦安尼尔，所以差不多70个啦。好，这个韵母拢无咱的迄个韵头还有2个无韵头，就是咱这个台湾的爱还有豆腐的后这嘛有底调爱甲后还有偏音偏音嘛有可能，这敢若4个拢有
所以过来就是爱看有韵头的，那有韵头像这呀，这个就是咱的韵头呀，过来像这盐，加一寡盐，这咧，这毋是盐哦，记哩，这嘛是这个例外这是叫做烟烟，过来盐较正常小块盐，过来咱这边嘛有底条叶个叶，这嘛是例外记哩，这两个是例外例外反正爱甲记者这是例外烟甲叶。过来这边嘛有这个叶削落去的迄个削，还有叶一本册内底第几页迄个叶所以这是叶，过来是药药较少，敢若药尔过来药药小可较侪就是这个用还有药要约几点啦？还有这个药讲迄间厝卖100万了迄个药，过来嘛有油油敢若油油，还有无共的韵头像乌咱有蛙蛙像湾台湾的湾蛙蛙头蛙倒蛙正蛙，还有像汪是蛙这是呱呱叫的迄个呱水鸡的呱呱叫的迄个声，还有像蛙生蛙的迄个蛙，迄是底调，还有乌的话台湾话，还有几个月话，这是底调，上尾就是咱还有这个位位，像飞连机的位，还有位这条连位安尼过来嘛有这个拼音拼音遮有呀这个药敢若无拼音的款用较有用样一只枪所以拄仔看到这个有这边无拼音但是这个样较有拼音过来碗一碗饭碗嘛有碗敢若无这边迄个位嘛有位像花蝶的花所以这嘛有拼音拼音大概是安尼，无的确还有一寡像这也是这可能嘛是有，但是无要紧若有你就知要安怎读上尾还有这4个嘛会使这边会使放一个 O 的韵头变做 Y I 变做 Y， 这边嘛会使放一个 E 的韵头变做腰腰，所以这4个拢爱甲写落后来Y Y 像怪怪还是乖乖还有这个 Y 像出来讲Y 还有腰腰还有腰这4个应该拢通做这个拼音花蝶嘛会使腰歪腰应该拢会使啦有当时咱嘛会看到无共的韵母啦，但是应该算是较无遐尔标准的啦。我就举一个例，互大家看一个，知影有即个现象就好啦。你若看到像这这有当时嘛会出现这就是 E I E I， 其实伊敢若出现伫即个语序尔，就是这起来像。看起来安怎样起来有当时会看到安尼，这无算介标准啦所以咱上好嘛是爱写咱这个起来其实是起来这两个音甲做伙所以咱语言写这个起来会较好你若写着起来要读做这个起来安尼嘛会使咱读英语的时阵嘛是安尼就是写较长的讲话的时阵，讲话较自然就好啦所以这其实互大家看一概念但是我建议免写安尼好，所以咱台语的文本就是安尼尔
虽然讲领有较侪啦，无毋对，但是遐个例外嘛无遐侪啦吼。例外就是伫遮吼，即个 n 甲 at， 佫有即个用甲益吼，这嘛是即个例外，佫有即边吼，即个 o 吼，遮个 o 拢是例外，所以免写每一个吼都是 o 拢是即个免写迄个点诶，迄个例外。无咱来读一届吼，若有偏音诶，我就读2届吼。第一届就是读即边吼，第二届就读有偏音诶即个音吼。所以这后来吼安安昂压压吼用益伊音吼哦嗷吼，介好算啦吼。好，过来I ao I ao Y摇Y 摇，有即个甲吼。好，过来呀这是例外哦，爱记哩哦 n 吼n 吼无共at 共款无共吼at 个用好，咱台语文本到这尔。后一节咱要来看台语声调的例外吼，所以咱即马知影文本有差不多3个例外吼，就是即个 n at， 佫有用益，佫有即个 o 的点，敢会写吼。台语的声调，我第4课其实嘛有讲到有一寡例外吼，嘛差不多有3个吼，所以第6课到这，后一节再会。